咱属于应用的这个时阵，咱呢拜甲拜五，大家呢回应压力康退，在咱职场上呢，咱对上认真上班、趁钱、趁着了的福报，来用咱的辛苦。而这个拜六礼拜，咱分上班，咱出来参与，来开启咱的利益。这个是现在咱所讲的这福慧双修，福重要，慧更加重要。福呢就是在世要有享用，慧呢就是要互咱当超生死脱离。所以话讲讲吼，咱即摆因为真正富在现在还有效。虽然咱福慧双修，真正有上好，我这我来体会啦，但是你有体会袂？我唔知啦。我一路来这个修行在当中，咱讲修的真正有上好。就是这我的体会，但是咱呢，